为伫咧宜兰县连池精舍，因为香火鼎盛，信徒是年日增加，决定要伫咧年中迁移新的道场，所以这次精舍就特别来到新营太子宫，请示中坛万岁，要来迎回金车、木车、路车三尊太子爷，做伙转去到宜兰连池精舍。最近有那个世界上有一些不是很平静，还有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战乱，那大家也很担心我们台湾是不是也会陷入这样的状况。那大家也都很担心世界上的祥和跟世界的和平。所以这一次举办的这个进香这个活动，是来新营太子宫来恭迎我们新营太子宫的3位太子到我们宜兰那个莲池精舍来供奉。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太子的照护，能够得到世界祥和、世界和平。为了慎重，精舍嘛出动顶头甲神轿，留咧迎接3尊太子爷，转去道场安坐。艺人王中煌嘛特别前来参加，新营太子宫主委许清标也亲自迎接，做伙祈求地方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莲池精舍咱这个住持也是老师，佮遮济咱中大元帅的信徒，我代表阮太子宫伫遮深深甲大家讲一句感恩，谢谢，欢迎大家。中坛元帅给林老师的一个指令就是说，希望能够借由我们神明的力量，然后教导大家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因为现在俄乌之间战火真的是烽火连天，造成了很多老百姓他们的这个身家性命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且我们有看到很多人死伤。再加上一些难民逼迫没有办法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其他的国家去避难。那希望这个世界能够越来越好，大家能够和平相处，不要打来打去的。莲池精舍每天有3时段举办线顶共修，将修法功德用网络的方式传到全世界，祈求幸福、世界和平。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